中国快艇进前伫咧金门海峡，唔互咱的海巡检查，说丙船有2个渔民死亡。今仔日是死者的头一发挥，家属无来遗体也无火化，是因为对检验结果有疑虑。救起来另外2位中国渔民登去厦门了后，讲因是去互台湾的海巡弄这丙船的。海巡署承认双方的船有相违，但是船顶头无装摄影的设备无法度录影，而且情形赶紧，未符收集证据。中国快艇挖解丙船事件2早起，殡葬业者就为2名死亡的中国渔民来做头七的发挥，两个家属其实拢无出现，讲也未看到咱方船顶这关的影像，对相验的结果有疑虑。家属还在做最后的决定，以人道关怀为优先，其他的干扰因素都先暂时抛开。生还的2名渔民登去厦门了，接受访问，讲是和咱方的海巡船弄掉，才造成这个意外发生。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？要开几张，万一转不翻不掉，要撞回才会翻掉了啊！冲一下，把我们顶翻掉了，我们就钻到水里面逃出来。4个人只有2个上岸。这2个人也都表示说，对海巡队的执法程序并没有意见。2个人伫咱方询问的5分笔录内底，拢不讲对这决定是无意见。不过海巡署承认，伫对碣过程中，双方船失败为弄掉，而且新造的 CP 多功能艇因为所在较细，无安装艇外录影设备，海巡当年也未会提出器材来修正。海巡署 CP-1洞5幺艇未配备全船监视系统，因该艘陆船蛇形拒检逃逸，于 CP-1洞5幺艇船首迂回航行，在高速追逐状态下，船身多次接触，船身易受海浪影响剧烈摇晃。同仁在高度专注维持平衡及准备强靠登检状态下，致该名负责搜证同仁未及拿取搜证器材进行搜证。由进前海巡署声明无讲到有小浪代志，互外界质疑稳重真相。对此，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伫面册澄清，海巡署说明的方式是基于日常的经验，强调无稳重的理由。也伊家己2天前捌讲过，本案受到第三人责任险的保障，也就是讲已经证明有小浪。也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伫1日是民进党中常会报告最近金门厦门水系争端因应状况了后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达3点的态度，爱妥善处理。支持海巡坚定执法，嘛建议未来避免相关状况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